Hello， 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咯，欢迎你收看《台南斗阵行》。台南斗阵行这个节目呢，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活动甲资讯。咱今仔日吼要介绍的是咱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这个所在呢，咱伫台南遮吼有一个咱台南讲是咱台南的后花园，然后就是咱的台江公园哦。我们知咱乡亲朋友你捌去过无吼？小等下咱邀请贵宾来甲咱乡亲朋友来做一个介绍吼。那么咱今仔日的节目一开始，先来听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我们台南市的生态与观光资源是很丰富的，也是全台湾唯一同时拥有一个国家公园、2个国家风景区的县市。其中，台江国家公园是台湾第8座国家公园，也是首座都会型的国家公园。成立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0年的时间了。台江国家公园里面最有名的过客，无外乎是每年来台湾过冬的黑面琵鹭，在美丽的四草红树林绿色隧道，搭乘渔法认识鹅啊养殖以及沙洲、西湖等等的湿地生态，绝美的滨海落日美景，香火鼎盛的鹿耳门天后宫与土城圣母庙等宗教圣地，以及提供富裕体验的盐田生态，让你静态、动态玩乐一次满足。这几年，位在安南区获得绿建筑荣誉奖以及国家卓越建筑奖的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保留既有的地景地貌，透过白色高脚屋的构造，除了提供游客近距离观察渔温生态系的场域之外，更成为脸书与 IG 网美打卡的热点。让我们跟着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的介绍，一起来认识更多的台江风情吧。台湾吼，拢总有10座的这个国家公园吼，伫咱台南市呢，就有一座吼是咱台江国家公园，这是咱全台湾吼第8座的这个国家公园嘛，是第1座的这个首座的这个都市型、都会型的这个国家公园啦吼。那么伊伫咱台南市呢真近吼，我咧想有足侪乡亲朋友应该吼，加嘛拢捌去过咱台江国家公园这个所在算过啦吼。像咱较印象较深的，有人就是去坐迄个迪拜啊吼。坐蹦康哈，逛那个绿色隧道啦哈，哇！我伫个电视的画面看起来很漂亮，很漂亮啊。那么我咧想，咱的乡亲朋友嘛，有足侪人已经去过啊哈。除了讲哈，咱的这个绿色隧道以外，其实这个所在有足侪景点嘛。咱伫今日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这位贵宾呢，是咱台南市。是咱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的这个科长哈林文敏科长，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咱的这个台江国家公园。那么咱即马先邀请科长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拍一个招呼哈。科长你好，你好，主持人好，那电视机的前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解说教育课的科长林文敏。是，那么咱台江国家公园这个所在吼，成立到今嘛讲有10档的时间，然后10年也算是一段时间哈。那么这个国家公园内底吼，当然都有真丰富的这个比如讲景观啊，还是讲生态啦，吼，现在咱请科长来跟咱的乡亲朋友一一来介绍一下哈。那么首先我要请教咱科长的这个问题，就是讲咱国家公园吼内底有什么特色，甲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一下。台江国家公园啊，跟其他国家公园不太一样了哈。那我们成立也算是比较年轻，因为只有10年了哈。那我们主要有3大资源特色。那不用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态资源哈。那大家一定对于台南在地的一个明星物种叫做欧饼拉杯非常耳熟能详哈的是台南明星物种。对，那它是等于是我们水鸟的代表哈，就在秋冬时候这里是最精彩的生态资源。那还有的是那台湾哈400年来近代史大概都是以大园这个地方为起点了哈。那接下来那这里以前是一个内海，所以
先民呢利用这个场域来做一些产业的发展所以我们这边的渔温啊，这边的盐田是非常有特色，所以台江就是以这3大资源特色为著称。那么他说咱课程有讲400年嘛这400当有真丰富的这个历史的故事，是不是嘛？请咱课程跟咱分享一下，讲一下故事。其实呢，台江就这人讲，台江想要记得这个名词那其实这个名词就是400年前这个地方有个内海就是沙洲围绕的一个内海。那荷兰人400年前，荷兰人看上这个地方就从大园这边进来，然后这边来建立一个国际贸易的场域来这边开发。那接下来呢？明郑时期郑成功的时候呢，他就以这个台湾为一个根据地，作为反清复明的根据地，所以他从鹿耳门水道进来，赶跑了荷兰人。那接下来呢？清朝在这里设了1府3县。然后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军事基地，接下来日本人也在这边统治过，他们大量的开发盐田、晒盐作为工业使用和食用跟工业使用。接下来就是现在的台江，所以台江可说是400年来台湾历史的缩影。是，那么400当的这个历史内底，我们。尤其是咱台南，嘛是一个文化古城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咱台南市有足侪历史的这个古迹啦我相信，既然咱的台江一共400栋古迹一定有很多是不是？请课长嘛，给咱做一个介绍，好不好？对。说到古迹呢，其实跟安平密不可分隔着一个盐水溪。其实我们荷兰人在这边有建了2座城非常著名的2座城。那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它的遗址就是非常有名的热兰遮城跟普罗民遮城。那接下来在我们这边安南区这边呢，其实清朝为了防御，就是鸦片战争的时候，为了防御，所以盖了4草炮台。那它跟安平的小炮台就守护着台江内海那接下来日本人在这里开发盐田，因此在安南区的安顺盐田也保留了当时很多的盐业的聚落啊，盐业的出张所啊，或者是运盐的码头，都是各位朋友不能错过的景点。是，那么咱咧讲台江国家公园这个所在除了讲伊历史内涵还拄啊这个古迹以外，当然伊这是一个湿地跟一般的这个国家公园会有不一样的特色，就是咱的湿地嘛咱的生态这个地方呢有讲的湿地就是讲好多像咱课长有讲到乌面杯啦鸟啦还是讲我会记拢咱在底下那个绿色隧道坐伫地白顶馆，那我看了招潮蟹然后底下嫩康很好玩那么这些真的是我们宝贵的资产是不是嘛？就有这个机会，给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好不好？对。那湿地生态其实我们台湾唯一的一个湿地生态型的国家公园它跟那耳熟能详的垦丁是其中大海型的的国家公园，就是海洋生态系的国家公园。那跟高山型的，比如说玉山啦、太鲁阁、雪霸又不太一样，它是属于高山森林生态系的国家公园。那台江其实它是一个湿地的国家公园，它其实更贴近你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的渔温、我们的盐田、我们的潮间带，其实都是我们可以触及，平常就在旁边身边的东西都可以触及的地方。尤其我们养的虱目鱼啊，我们的蚵，其实都是湿地的产业。那它也算是3大生态系里头生产力最丰富的地方。像很多我在讲的，就是讲这个红树林这条，有人把它称为是台湾的亚马逊河。对。那么这段当然每一个人去的人都会惊艳，尤其是你船安尼射落去了，哇，那个鸟群这样飞上来，哇，那种感受真的是非常的快乐啦嘛做疗愈有时候我们就是说上班的很
辛苦嘛哈，来到这个所在松懈一下哈，看一下这个景观啦哈，是不是嘛？请科长哈，佮甲咱介绍到，伫这个所在还有其他比较让我们值得去欣赏的景色啦，或是说一些景点啊，请科长甲咱介绍一下，好吧？我们这里呢，除了有台湾版的亚马逊河之外，其实我们也有台湾版的撒哈拉沙漠。哦，是哦。那就在我们其实大家知道哈，台江内海现在仅存的最大面积就在七股西湖。那所谓的西湖就是由沙洲围绕而成的一个内海。那它有围绕着七股西湖有3个沙洲，那其中顶头鹅山，它的沙洲景象哈非常丰实。那它也在国圣灯塔的附近哈，就在国圣灯塔那里。所以呢，其实在这荒漠的沙原里头、沙丘上哈，大家可以感受到那种很不一样的外国风情啊，所以很多游客到那边去拍照，甚至于有拍婚纱的，就发觉哇，原来这里是一个有台湾版的撒哈拉沙漠之城。是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的渔温也不错哈，就是我们可以游西湖的游程，可以去操作一下定制渔网，或者是看看科架。那再不然，我们的安顺盐场其实有留下非常多的市定古迹在那边，大家也可以去那边走访。科长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面就有很多的画面这些画面都非常的漂亮当然嘛，按乡亲啊、朋友啊实际上走到那里的时候，才能够真的去感受得到这么美丽的风景啊那么就是讲这个所在有很多的游客到这里听说连游客中心都很热门，很多人想要去那边打卡，尤其是现在网络很盛行打卡啦什么 IG 打卡啦那么有做游客的去这个所在这个打卡，那么这个游客中心它好像也让我们这些游客提供了很多的服务，是不是嘛？请咱科长给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好不好？好的。我们的游客中心其实去年的3月底才刚开幕所以非常欢迎我们游客来到这里来走进来看看我们的游客中心。我们每天呢有6场次的影片播放，还有定时的导览。那除此之外呢，外面的确诚如主持人说的外面真的是打卡的热点我们整个意象就是我们塑造的意象就是烟波之上，水草之间。听这几个字就觉得怎么拍都漂亮。那的确，我们也用很多在地的素材，我们也希望是友善的方式来盖这些建筑群落因为我们是原来的基地是个渔温，所以我们保留渔温的状况，我们直接用高脚屋的形式盖我们的房子。那我们的房舍呢，因为台南晒盐嘛，所以我们就以盐山的意象当做我们房屋的造型。那我们又用了很多在地的元素，比如说我们的蚵壳蚵壳在这边来说，其实大家吃了蚵之后，蚵壳是丢的，就等于它是个废弃物。可是我们想，这个蚵壳堆了那么多，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利用它？以前好像还可以盖房子对，其实可以盖房子。因此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运用蚵壳这元素来放到我们的建筑物里头。真的还真的被我讲中了。对，所以我们有蚵壳墙。那光是蚵壳墙，各位拍照的游客真多，而且那个蚵壳墙还在厕所前面是所以咱就是讲利用在地的这个产物啦元素啦然后来塑造我们台南特有的这个不一样的风景，我们自己的风格咱自己的特色。对，那而且我们这栋建筑物我们称之为台江学园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地方不只是服务人，我们希望是人是来这边学习，我们也希望可以服务这边的生态，所以我们称这一些我们的管理处这里，我们称之为台江学园。那我们台江学园呢，它也是个钻石级的绿建筑。那我们希望就是营造大家可以来亲近这里，然后当做我们的后花园，到处来走走、散散步。尤其是对咱台南市的市民来讲很近
哈，很近啊哈，我们1天就可以来回，半天也可以来回。没错。那么那台江国家公园东人啊哈，有的人来他想要半日游，有的人是1日游啊。像今嘛哈，我们有周休2日哈，可能要2日游哈。那么底下客店的提供，如果他们半日的话，你会觉得应该要怎么介绍？希望他们是怎么玩啊？如果他们是规划1天哈1日游的话，又要怎么样去这里怎么玩？那如果是2天的话，可能要住在台南哦。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应该又要怎么玩才会更丰富？客店给人介绍一下。其实半日游的话，如果您纯粹到安平来，其实我们就在安平的那里，隔着盐水溪哈，就在安平的北岸。那过了盐水溪来到我们管理处呢，其实我们管理处光拍拍照，大家说的哈是只怕记忆体不够哈，来这边拍拍照，然后了解一下我们游客中心，我们有常设展，我们有特展。那最近呢，我们有10周年的特展。可以来看看我们台江国家公园到底做了什么。那顺便呢来了解我们这个钻石节这栋建筑群落，其实仔细看，你可以发现它有现代的元素，也有古老的在地传统的聚落的元素在。那就是我们在地有一些聚落、小聚落，有一些小巷，尤其安平有一些很多的小巷，顺便营造了这个小巷。那人与人之间沟通，其实很多是在庙宇，因为台南就这庙嘛，对对对，都有庙埕，所以在人与人沟通，我们也塑造了一个人与人沟通的场域，就像是一个庙埕的概念，就是中间有个广场。那有一些现代的元素，就是大家会发现会有不规则的开窗。那个不规则开窗其实是有原因的哦。因为这边阳光很强，风很大，所以我们为了要让阳光可以自然透进来，然后为了让风可以对流，所以我们也营造让这些错落的窗格可以洒落在我们的建筑上，所以很多人来这边拍照。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时间还有空的话，我们再往下走的话，可以到大众庙，大家可以坐一坐那个绿色隧道的船，或者呢，我们旁边有个大园港的船，也可以坐看看一下我们的四草湖。那接着呢，旁边就是安顺盐场。那再来呢，我们还可以看看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庙宇，我们的天后宫，我们的圣母庙，其实都是大家可以来走春看看的地方。那么咱台江国家公园，我们刚刚有说嘛，它是咱算台南的一个后花园对咱台南市民来讲它很近很容易就可以亲近我们台南市民很会利用这个地方吗？的确，我们其实这几天自开幕以来我们这样统计我们每个月的人潮大概会有2-3万人造访我们这个地方。那我们也做了一些问卷调查，的确。南部的朋友是多的，是比较多的南部朋友，所以其实我们也非常欢迎虽然现在是武汉肺炎疫情的期间，但是出外走走总是有益身心健康。尤其最近这个天气算不错呢我看大刚太阳就是阳光普照了其实那个肺炎武汉肺炎，我们最近大家一直都很担心这个疫情其实呢，我们也不要说一直待在家里面，有时候出来晒晒太阳，因为我看那专家在讲嘛就是说那个肺炎其实它很怕温度高那我们出来晒晒太阳，搞不好那个一刮病毒也会被我们晒走了让我们赶走了啦那么顺便呢，大家呢出来走一走有时候像我们平常的上班大概压力都很大那么出来一下把自己的一些压力抒发一下，看看欣赏一下风景然后呢可以在这个里面呢感受一下过去老祖先的这
地位啊，就像刚刚我们课长有说到那些窗啊，哈，那应该是种古早老祖先因的地位，因为迄阵也无电也无冷气啊啦，也无电风啊啦，哈，都是要靠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哈啊，或这个空气流通啦，哈啊，这个风能够自然的流通啦，啊，无大概哈，那时候没有冷气之下哈，热的时候我们在安装，就是要靠这些智慧啦哈。那么像在这个建筑物方面，当然台南市哈，这个历史文化哈，有足侪值得让我们去骄傲的地方啊。我们台江国家公园这里应该也有一些让我们可以去跟大家分享介绍的地方吧。除了台江国家公园之外，其实我们有把我们的旅游流程扩展到我们的社区。就是我们因为台江国家公园跟其他国家公园很不一样，就是我们把家园守护圈这个计划纳入我们的计划书里头来执行。家园守护区。对，家园守护圈就是除了我们国家公园之外，我们希望在附近的社区居民，他都可以跟国家公园走在同一阵线啊。就是我们希望跟社区是共好，所以我们辅导社区做一些社区的生态小旅行。那比如说我们最近在七股地区，我们有个三股社区。那我们三股社区呢，我们就委托了南台科技大学，那他们为社区来做一些社区小游程的规划。那因为现在年轻人嘛，需要科技的东西，对，所以呢，我们就由老师呢找了个芒果游戏的公司，开发一套实境游戏的软体。是。所以让年轻朋友也可以走入社区，那借由这种实境软体的去了解在地的生活，在地到底是怎么生活，在地有什么人文特色，及在地有什么生态。希望这些年轻学子们或者是亲子可以走入社区，然后到社区走走。那好，咱台江国家公园呐，当然台湾有10个嘛，那么未来咱台江国家公园这些所在，我们会有其他的发展，或是有一些其他的构想吗？其实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早期在日治时期，我们这边是一个很丰盛的晒盐产业，可是已经在晒盐经过300年之后已经结束了，所以不再晒盐。因此我们想说，在安南地区有个安顺盐场，其实它在那边已经很久了，可是它又保存了很完整的盐村的风貌，所以呢，我们最近呢也跟市政府台南市政府合作，我们打算把那个地方稍微整修，然后我们要把环境教育跟我们的赏鸟带进去那个地方，希望能够活化那边的地方，让游客可以多一个有景点去走走。那么当然啦，对咱台南市的市民来讲台江国家公园很近啊但是讲外关区，或是说，因为咱台南本来就是一个旅游的城市嘛很多的游客都会来台南。那么对着一寡外县市啊，或者是讲国外的这游客，伊要来咱台江国家公园这个所在的时候，他应该要怎么走啊？因为我们都很知道，要安怎行，就车开了就行去啊，车起来嘛蛋糕啊可是对外面其他的这个县市的民众可能因得较不了解。的确啦交通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也感谢市政府的支持，也感谢观光局的支持我们有一个99号公车可以到我们管理处。对，那这99号公车其实它可以串联很多景点，一直到七股区。那甚至也可以到我们的赏鸟亭去走走。那台南其实有很多有特色的民宿，也欢迎呢中北部的朋友可以一起来那住我们台南很有特色的民宿之外呢，甚至于来走走我们台江国家公园以及周边的景点。那正好每年的10月到隔年的3月是我们候鸟季那是候鸟来的时候。那最近呢正好是繁殖季，进入到繁殖季，所以我们的欧比拿杯也开始换装换成繁殖鱼。他们
打上了他们梳妆了庞克头，围上黄围巾，然后还插上了黄眼影，要吸引别人，吸引异性，所以这时候是最漂亮的时候啊。那么，像你刚刚说他们繁殖季的时候啊，我们去到那边要不要注意些什么？不要去打扰他们。的确了哈，我们赏鸟一定不能去打扰。那我们欢迎游客到我们的赏鸟亭。那我们的七股的赏鸟亭呢，其实我们有备了高倍的望远镜，可以提供游客观赏黑皮之外呢，我们还有志工在那里解说，可以更了解这边的生态。所以哈，今仔日啊，咱课长来给咱介绍哈，咱的这个台江国家公园了哦。我在想，咱的乡亲朋友啦哈，来到这个所在，应该哈可以有很丰富的，你要半日游也好啦哈，要一日游也好啦哈，是讲外地来啦哈，他要2日游也都很丰富哦。而且哦，咱台南哦，这个所在有做很有名的民宿哈，那。透过你住在这个民宿，然后在这边过一个晚上，然后一个夜晚哈，然后呢，可以白天跟晚上又看到不同的景色。没错，哈，白天跟晚上哈，一定有更让你哈会惊艳的东西。哦，是不是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的确啊，其实在西南沿海哈，因为我们这边不是这么靠近都会啊，所以光害比较少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就是自然生态，对，光害少，宝贵的东西。对对对。那晚上呢，在6、7月的时间有鹿蟹产卵，所以在那个时候可以去海堤，都可以看到我们最有名的凶狠圆轴蟹去降海产卵，孵试幼啦，降海试幼。那还有呢，我们在防风林，晨曦的防风林，其实有我们很特殊的叫台湾暗蝉，它只在晨昏鸣唱，那也在夏天的时候可以看到。那还有呢，就是晚上当没有月亮的时候，其实星星就看得到了哦。所以其实要来这边看星星的话，正好没有光害的地方是非常适合看星星的。咱知影哦，现在科技进步啦吼，大家拢住伫咧高楼大厦啦吼大厦林立哈，所以呢，要看到这自然的生态哦，现在越来越少哈。咱台南市哈，刚好有这个宝贵的这个所在，又可以看到湿地，又可以看到很多的自然生态哈。这些哈，除了讲咱大人以外，我们可能要回味一下我们以前住在农村的这个社会的一个景象啦哈，回忆哈，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啊。对的小朋友来讲哈，这是一个做好的这个生态教育呢。没错，没错。所以啊，爸爸妈妈可以利用假日的时候带小朋友来这边看到招潮蟹的他的生活啊，哈，而且跟看到礁啊这类生活，因为我们住在高楼大厦，又看到这些东西，真的很困难哈啊。有家里那好的这个环境哈，真的是我们很难得了哈。所以大概除了讲大人好来回忆童年啊，囡仔来做一些自然的生态，那么。这个都是很宝贵的旅游的经验哈。今天你加感谢哈，咱课长最后课长刚刚有下面会跟咱的乡亲朋友来讲。好的，非常欢迎各位到户外走走哈。那我们也以湿地为名哈，我们自创了一个品牌叫台江湿地学校。我们有一系列的12套的户外教学的课程，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参与。所以我刚刚讲对了哈，这个是一个学校哈。小朋友的来把它当做一个教室哈，自然的生态的教育，对你这里课堂上上课更加宝贵，然后更让人家印象深刻了哈。哇，今天我们真的是很感谢哈，我们课长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哈，给咱来介绍台江国家公园内底哦，这么那丰富的这个生态啊，还有这么那水的这个景观哈，啊，还有建筑物。谢谢我们课长哈，那么嘛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谢谢，谢谢。